中华县政府拍算要伫咧丰原公墓边仔一块殡葬用地起火葬场，来解决因中华县内无火葬场的问题。今仔日呢，伫咧丰原也有中华市拢举办环境影响公开会议，想要到这丰原反火葬场自救会有500人去到现场表达抗议，因为这民众情绪真激动，有的人无说离跋倒受伤，现场的气氛就变甲真紧张啊。 民众情绪激动，侪人防挡伫外口，无法度入去中华火葬场说明会现场。中华县政府拍算伫丰原乡公墓边的一块殡葬用地起火葬场，县府27伫咧丰原甲中华市举办环境影响公开会议。伫丰原乡的会议现场，有民众因为反对火葬场情绪激动，无说离跋倒受伤。莅临丰原反火葬场自救会表示。 火葬场要起伫丰原，对当地甲小隔壁的二林镇影响大。自救会认为，目前中华人口减少，加上交通利便，中华无一定爱起火葬场。尤其二林、丰原有侪做失人，就惊火葬场会影响当地环境。第一点，阮家丰原乡清远人啦；第二点，伊竟然叫25个乡镇的人员要来甲咱起业，要来压迫阮。 啊！你叫25个乡镇唔免承受后果的人来甲咱讲要支持火葬场起伫阮二林丰原，安尼无人吞得落。县府表示，空气噪音的污染拢有相关的管制甲防护措施，也若民众伫会议中提出的意见，嘛拢会完整记录落来。阮的做伙，阮绝对连连闹高，每一张拢会上甲环保署做伙上里委员会去做审查。自救会嘛指出，县府伫同一天、同一个时间办2场公开会议，互自救会无法度拢参与，因批评县府欠缺沟通的诚意。中华县政府表示，中华县4名园区是县内重要的公共设施，为着扩大县民参与，才会办2场会议。县府嘛会收集民众的意见，后续会依照环评委员审议的结论办理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